喺日本投資物業稅項林林總總，外國投資者要做樓宇按揭都唔容易㗎。由韓全講下。喺日本買樓稅制相對香港複雜，要買入一個單位涉及嘅稅項超過6種。以買入樓價相當於100萬港幣嘅東京物業為例，印花稅、銷售稅、不動產取得稅等嘅一次性稅項佔樓價6%至8%，即係要出資最多108萬做業主。用嚟出租嘅話，每年亦都要繳交物業稅以及都市計劃稅，即係類似香港嘅差餉。假設每月租金大約9000蚊港紙，減去雜費同埋稅項、代理代收租嘅服務費，一年累計嘅實際利潤率介乎5%至10%，視乎樓齡而定。樓越舊，利潤率越高。風險係樓齡20年以上嘅樓，防震水平比較差。有本地中介公司顧問指，以租金收入稅對港人嚟講比較陌生。外國公司即係唔係常住嘅人呢，咁你就要申報嘅時候，你就要預先就俾咗房租嘅收入嘅20%，就類似預繳咗嘅。咁跟住你喺跟住個年度就可以再報翻正確嘅稅上去嘅時候呢，佢就會按翻嗰個稅去退翻俾你咁樣嘅。咁跟住個稅率就係會累計上去，由5%、10%，即係佢每一個稅階咁樣去計上去嘅咯。由於冇日本收入證明，就唔可以喺當地承做按揭。佢提醒，俾港人承做樓按選擇唔多，當地只有喺東京嘅中國銀行分行提供按揭服務。佢哋嘅要求就係要4000萬日元，先可以申請到佢嘅按揭。咁個年期大概講緊係10到15年啦。咁同埋最多就只可以借一半啦。咁仲有就係佢個 rate 嘅話，大概都係3點幾厘左右啦。而家暫時，佢話亦都可以選擇利息較高嘅日資財務機構。一般嚟講，港人都以一筆過支付。亦都要留意喺日本5年內出售物業要俾30%利得稅，5年後稅率減至1.5%。物業顧問一般就唔建議短炒，希望港人選擇中長期嘅投資計劃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韓全報道。